毋是甲原底共款。 No no no！ 代志袂当简单看表面，科学奥妙的所在，就是伫平凡的外表之下，有藏人毋知的可能性。我帮你设一个全动物影像报案系统，原本的电话若连接全球的卫星，即马毋管大只海洋、细只狗熊，就算落海报案的电话，拢会是看到对方的影像哦。嘿，使用了这。喂，河滨派出所，阮朋友我骨碌互贼仔掠去啊，请紧派人来河西区石溪庄5号，拜托你呢。啥物也都无啊。 奇怪，袂歹去才对啊！莫关系啦，先救人较要紧。先摆，咱紧来去。我无爱食速小糖，而且我嘛袂晓臭水啊。这有啥袂晓的，包伫我的身上。阿美阿送的这粒桑苏打，敢无透动下？经过请啉茶。我伫遮呢。哦，歹势，见笑。在海目睭无好，平常时拢可爱的室友乌骨碌甲我照顾，伊无伫咧，我啥物拢做袂拄好。哦，莫操烦啦，阮会尽量甲乌骨碌找倒来行李，请甲我讲迄时的状况。迄时我拄伫甲乌骨碌款房叫，听到伊伫客厅大声喊救人哦！我走出来看的时，就感觉骹麻手臂，就入袂着啊。 我知影要去倒位找因啊。请阮准在下对恁去。卖较好啦，你目睭无好，去遐嘛无法度斗相共，阮阁爱了精神保护你。在下袂去碍着恁啊！若想着我骨碌可能当地受苦，我就无法度安心家己踮厝咧。线索敢若到遮，毋过遮啥物都无啊。先摆，你有看到啥物无？石头，就这石头。咱来倒好啦，海底无啥安全，我看有可能无心嘛报条命，好有去啊！警官，拜托你莫放弃。虽然在下目睭看无，毋过我有感应，我骨碌就伫这附近。 科学奥妙的所在，就是伫平凡的外表之下，有藏人毋知的可能性。就这石头。到底遐？可恶！你哪会在我底下？看到没走？中奖！啊！我骨碌！中奖！都没走！快插招，麻醉目枪！看拢无啊！看拢无啊！快叫！我家手拢拔去啊！今日应该爱提早下班呢。 10点钟的方向，向南30度，3、2、1，气天长地下！因被输西讲啊想飞，所以我报案的电话无害去，只是去翕着较酷的乌木针尔。是啊，搞这就还有去黑色，但是那是你报案。 定着是惊天动地，就系制作气血爆炸时，除了产生爆炸声，同时间还有发出几个程度的光晕和闪电，只想要亲目睭看一下。我可唔知去系像闪电的，伊若去互拍哥先被看到，伊会昏去。石黑甲乌骨碌是互你共生的好朋友，石黑介意伫沙地仔乌砍大，不过伊目睭无好。 出外找食物的时，会互别人发现，所以石黑会互乌骨碌来带伊的洞。要出门时，伊会甲黑仔手推伫乌骨碌的身躯。若感觉乌骨碌有着惊，搁快速游进来时，伊就对伊紧紧走来洞里哦。调查完成，10趴。